国王，今若是死后，唯一袂放心，就是西番什么兵丁。林当年，若毋是心量共变，我也袂生性火掉。西番不必终了，官官济济，拢有能人，这叫定，你哪会放心啊？父王。良心宽慰无担忧，定山通兵如必友。江山年月虽不久，你伫洗了十二手。苏国栋，伊的战士有誓言。你别真当掉，救救所产小米落吧，我若是死也免命好啊！所产早已成鸡蛋，红红接报到中央。林空行的袂等到迄一天啊！启老皇上，杨国公徐王爷已经宣到。哦，因为算你真的。遵旨。凤仪啊！林若是死了后，你可爱多多益重你的妻王伯啊！你是英明仁义、爱民如子的人，必定继承林未了的心愿吼。父王，你是要命令新儿亲自去种洗手？老臣齐莫公，可敬我王万岁，天下千秋。哎，齐王兄啊，平身。谢万岁。齐王兄，林一直就是在边中，在呀，突然心乱如麻，好亲像有什么变故心。这当年罗王兄。亲王兄去世时，林也有这款的感觉，莫非？启奏皇上，老臣昨夜至苏天台观青时，看到西方将持不稳，无定着平辽王有难啊！是王兄。老千岁，平辽王啊！我的故乡本来
都发作，最近又搁中着杨帆一击。我若死了后，叫你到汉江关去请梨花来救丁山。平西重任，三军不遂，将会功亏一簪。不是呀，明了王啊，是你做你放心，我会将韩小姐甲请倒转来救丁山啊。夫人，好呀，咱的囝是世上少有的。我虽然讲处处伫咧处分你，也不过我却疼伊胜过我家己的性命。平西重任，我怎咧交代予你？我死也会弥补。今天改变好的分数，就由夫人来做主。明了王啊！了后，我也分数就要记爱，千万不用你悲伤。所不同若知影，必定会兴兵来攻。走开啊！当你是咧哭啥啦？人个吼，老王爷公啊，伫要死的时阵，伊拢一再甲咱交代哦，讲伊死了后吼，唔准这三军将士大家伤心，阁袂用咧哭的，都甲伊当作讲伊还阁活咧共款。你吼是捡袂起来哟？无啦，我哪有叫袂记？阮真甲四狗是细狗呢，迄四王这也死，我哪会袂伤心？这毋是亲像恁那鸡搬山来，插拉底心肝乡，甲啥嘛无够情。哎，落骹鬼啊！你哪会用讲即款的话啦哈？迄若是讲过去吼，咱就有影讲拢无啥物交情啦。啊，即马无共啊呢。啊，咱两个吼，就敢若亲像讲亲兄弟共款。搁再讲，阮小妹嫁予二路元帅做某，啊，二路元帅因小妹死金莲，搁无偌久就要变我的某啊。从早就已经拢共一家人啊，你搁安尼讲？共一家人。是啊。好，那安尼甲我来去。是要去倒啦？哎，二路元帅，互人困伫咧白虎溪啊。放心啦，若是讲二路元帅吼，伊的功夫我上解了解，伊绝对袂去摔死，伊即摆还阁活咧。就是因为伊还阁活咧，所以巴肚毋才会枵。咱应该送物件来互伊食。走开啊！
你是去互袂记的啊？哟，迄白虎坑吼，就是杨帆的地头呢。啊，人伊拢有派一寡官兵伏伫咧遐，咱若是一个路面吼，马上就会去用暗算，你知无？看你，哼，落骹鬼啊哈！你免拄啊加仙啦！你嘴讲伫咧烦恼二路元帅吼，迄都是照地的安尼啦。人也算毋知影你伫咧袂放心恁迄个条仔外毛有哪落伫内面。是讲你也免烦恼啦。现在听千岁吼，已经去请迄个韩丽花小姐。韩丽花小姐伊若是一个来啊，你还搁咧惊啥？马上嘛，甲二路元帅甲恁迄个条外毛，总啊甲伊救出来。施主，多谢你解救我的性命，我感觉真对不住你。就是讲，顶一摆你要兴起我迄个代志是，我完全是会当原谅你，是看在真汉。看在真汉，无错，真汉是我的最好的兄弟，因为伊对你心肝内非常爱慕你，我不忍心甲喘你。你若安尼，你知我是来咋行的？跳过来。你对定山心怀恨，你今日导航必有因。你说所产不信哪念，风骤一号，使你是难修心。后来我比困连花阵啊，嘴又叫我来脱身，伊以为一号命金啊，你到东条分明另有用心。可惜你要多未知烦呐，得剑又杀我跪求转。我无兴趣，你不成啊！阮良知发现开万行，刘辉所产行啊兵器，阮招呼怎会来送战胜？兵在前途，多害生命啊！送生不知是你挑命。阮愿我真心要约归情，阮恐惊世主你无买两啊情。回头是我在为人啊，既往过错我悔定。你出花招会啊私心，世主你千万来莫当真。那呢，向批示并不是伊完亲笔写的咯。世主，
思心是又烦恼。亲笔写上心中的言语，开是情。用毒计，奈何你离厝再休车？哪你讲？为我错过寒心的我。莫搁讲啊！莫搁讲啊！好，我不爱听啦。东姐，听老千说，伊带大夫人、搁陈夫人，还搁金莲小姐，人即马拢在咧前厅咧等伊呢。我等，互伊去等啊！我便记知影，伊四顶山去白虎关，一定会被困在迄个所在。我好言好语甲伊考去，伊反倒倒来恶言恶语来伤害我，我是安怎都爱去救伊。也毋过，阿姊叫你即马就去前厅呢。你去甲因讲，讲我无伫的啦，去山顶探无事。这去啊！汉丽花，你是安怎毋去救阮大哥？我是安怎都爱去救。嘿，伊是你翁婿啊？啊，翁婿啊？哼！两厝必休离，我汉丽花早就甲伊四顶山无任何的瓜葛，就算讲是无瓜葛，无规矩算讲无熟识啦，你嘛袂用咧见死不救啊！偏偏啊，我这个人心肠真硬，就是我袂谅解的人啊，死踮在我的面头前，参看我都无爱甲伊看。我今年文言啊。
现在，丽花，你哪通对金莲讲这款话咧？伊遐条老王爷，才过身无2天尔。老王爷，老王爷归天。 恁做人也共阮想袂到，富帅是死伫在幽怨的手中，也高下老将军嘛是共阮死伫伊的手中，就是使阮大哥头一遍甲你休你，然后搁再写尾互阮大哥，第2遍互伊甲你休你，伊也有法。三妹，定山现在是被困伫个白虎坑。 宝宝又搁伤心过度，也病倒。我希望你莫将以前的代志来扣分，你紧来救丁山出险，好无？韩姑娘啊，平辽王。 要临终的前有交代，叫将军袂用的记爱，是惊讲苏宝同甲杨帆，因若是知影讲东营无主罪啊，一定会领兵杀来。唉，本来我这个老兄也是无迄个面通，我搁再来求你，也毋过这一摆。 实在是不得已的。三妹，丁山虽然唔好，你嘛着爱看在富帅死去的份上，你紧来去救伊好。家己做得来，家己做得来。三妹。 我较袂晓讲话，我甲你跪，我跪叫你答应。我答应你就是。施主，我看咱两个可能会误死伫这个白虎坑，这个白虎崖。 是杨帆领兵的所在，时时刻刻都有人伫咧埋伏。顶一摆老王爷派真侪兵马要来解救你，想袂到我家己煞跋落这个所在。若毋是你救我，我早就粉身碎骨啦。我希望你会当离开这个所在。若是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死也无要紧，只是我感觉。 对不起，真爱。什么？干什么呀？姑娘，小的是叫做毛顺啦，我是这个山附近的茶夫啦。茶夫？你看我看过是茶夫？不是哦，我都不看过你啊！